香港城市面貌點樣一步步形成？香港今日嘅城市面貌其實唔係由一張完整藍圖設計出嚟，而係喺唔同年代因應唔同需要，一步一步累積形成。最初城市圍繞港口同貿易發展，碼頭附近出現倉庫、市集同埋住宅，街道自然形成。當時嘅城市結構好簡單，以功能為先。隨住工業興起，人口急增，住宅區同工業區開始分開，公屋、工廠、商業區逐步出現，城市開始有明顯分區。之後，服務業同金融業取代工業成為主流，辦公大樓、商場、高層住宅大量出現，城市開始向上發展，天際線越嚟越密集，填海同大型基建亦深深影響城市外形。新土地令道路、鐵路同新市鎮得以發展，將原本分散嘅地區連接起嚟，形成今日嘅城市網絡。所以香港城市面貌其實係一部會變咗歷史。你嘅同一條街可能會見到唔同年代嘅建築並排而立，反映唔同時期嘅需要同價值。香港唔係一個一次過完成嘅城市，而係一個一路適應、一路調整、一路成長嘅城市。